cái lo số 323節樣講到，因為到攏眾人跌落罪惡嘅方面，冇喺上帝嘅功用，因為上帝創設間人類當萬要跌落罪要功用保護人設家。嗱，其實就人亞當跌落罪只是用冇係跌落罪，春夏時間攏眾人類都跌落罪惡嘅方面，人係只各殺做落罪嘅方面，做錯都係罪，騙人都係罪。嗱，羅馬書3:24節咁樣講嘅，透過上帝嘅恩典，設家得到免費上帝屬設家，唔是家去做，唔是家去欠，唔是家單仔去簽人班人嘅社長嘅水，透過上帝嘅愛恩提你嘅社經，時勢十字架，3日人係嘅復發，都係為了屬設家人類嘅水嚟殺相信嘅，都係得到永久嘅生命。嗱，上帝嘅恩典係透過耶穌基督嚟到社經，時勢十字架，屬設家人類嘅水。嚟殺相信嘅殺得到永久嘅生命，全下隻社經你喺度熱天之間得到嘅和平，得到嘅平安，得到嘅同在，大世界去得勝，阿門。